朋友们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你家人怎么样？你朋友怎么样？你工作怎么样？今天我很开心。今天我非常很开心，因为我有10个天假期。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12个天假期。如果你有假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里？在阿曼里。你做什么？你玩什么？谢谢你们，再见。